大家好，我係 Emmet。做物業管理呢，之前我都講過啊，你一定要有正面嘅思維，要有樂觀嘅心態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面對嘅挑戰實在太多，多到咩情況呢？嗱，我同大家講一講嚇。我哋要用有限嘅資源，要去應付無窮無盡嘅期望。你諗都諗到啦，係嘛？增值服務就要加，管理費最好就可以減，係嘛？服務質素就冇話最好嘅，只會有更加好，即係話我哋被要求所做到嘅嘢更加多嚇。屋苑嘅事務又大家都明啦，好多時候都係好政治化嘅，係嘛？屋苑嘅政治其實係非常之複雜，只係問立場，又唔係好理你所謂咩專業啊、客觀啊、持平嘅嘢嘅。總之就立場就係你就係壞人，你就係衰人㗎啦，你幫發展商一定唔係好人嚟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喺屋苑政治裏邊嚟講咧，經常都只係講咩咧？佢只係問對同埋錯嘅啫，從來唔會權衡所謂利與弊嘅。咁嗱，呢個問題就發展成為咩咧？我哋好多時候咧需要有適當地嘅妥協。嗱，妥協本身就係一種嘅藝術。政治就係妥協嘅藝術嚟㗎啦，咁所以做物業管理其實就即係等於做緊一個政治嘅工作。好多時候就係根本呢，即係咁講啦，做政治大家都明，其實唔係一般嘅艱難，係根本就好難，難上加難。所以好多人都講一樣嘢，做物業管理以為好容易，入咗行之後先發覺原來要做得好係好難。點解難？因為你根本係處理緊好多根本唔係件事嘅問題。係處理人嘅問題，咁大家都明白，人各自大家都有各自背後嘅利益，好難呢。單憑你呢作為一個物業經理呢，就可以全部解決呢啲咁嘅問題，而令到所有人對你都好滿意嘅。咁所以做物業管理咁難，所以呢你就需要有啲乜嘢？你有兩樣嘢，第一你要有招式，第二你要有內功心法。招式我哋可以學咩啊？技術境界嘅提升啦，例如你學多啲工程嘢啦、會計嘅嘢啦、法律嘅嘢啦，全部你都要學。嗱，做物業管理就係咁噶啦，你要識法律，你要識會計，你要識工程，你要識保險，你要識得搞旅遊，識得搞活動，又要識得各方各面嘅嘢都非常之多。開一個業主大會死幾多細胞啊，係嘛？做咁多呢啲咁嘅嘢嘅時候，其實我哋背後亦都需要有招式之外，亦都要有心法。咩叫心法？就係你嘅內功。你點樣去面對你自己呢？喺工作上，前輩教落 A、B、C。咩 A 啊？態度積極 ，attitude。B，be positive， 你要思維正面。第三係乜嘢啊？Caring with heart， 即係話你嘅服務要盡心。所以你要做到呢三點嘅話，你本身你個人嘅操守、個人嘅一種所謂境界係非常之重要。嗱，有個前輩教導我嘅，佢教導得非常之令我咧深刻嘅印象。佢點講呢？佢話專業嘅物業管理最高境界係要以物為基，物係咩啊？知識技術。以人為本，即係顧客服務；以誠待人，要忠恕仁愛啊！以變求精，即係話你要順應時勢，盡心去協力，包括你嘅修身同埋養心啦。要做到咩啊？達己利人，要自強不息。所以從事物業管理嘅工作就係要有心理準備，面對各種各樣嘅壓力，而呢啲壓力係山大啊！咁所以要懂得自己點樣去減壓。嗱，我喺網上揾到幅圖咧，幾有趣嘅啊！就係我喺內地工作嘅時候咧揾得到嘅。咁啊，佢係講咩咧？嗱，其實唔係淨係香港人中意打麻雀，內地人都好中意打麻雀嘅。特別係咩四川啊、重慶啊、湖南啊、上海啊，好多人都中意打麻雀嘅。但係咧，我哋用打麻雀嘅心態去工作咧，幾有意思嘅喎。佢話咩咧？打麻雀咧，隨叫就隨到，從不拖延嘅，梗係啦。試下三缺一 call 你嘅時候，你撲到佢啦，係咪？第二，不在乎工作嘅環境，專心致志，唔理你喺邊度地方打，總之有得打嗰4圈就砌㗎啦，係嘛？第三，不抱怨啊，要經常反省自己。哎呀，呢鋪牌打錯咗，下鋪又要再打好啲㗎咯噃。第四，永不言敗，推倒重來。呢鋪牌打得唔好，打錯牌，下鋪牌咪正面啲打好佢咯。第五，牌好牌壞都要努力向更好嘅方向咧，更加做牌做好佢，係嘛？第六，
唔好你同邊個拍檔都要咧做好嗰個工作。第七，對於工作中所使用嘅工具從不挑剔，係嘛？一樣係順手嘅。第八就係從來都唔會嫌棄工作時間長。打麻雀啲人呢，嫌4圈太少㗎啦，打咗24圈都話砌多4圈㗎，係嘛？好多人都係咁㗎啦。所以做物業管理其實你都要抱住一種咁樣嘅思維態度，積極嘅先至可以做得好。如果你冇辦法做得到嘅話呢，你係好難呢係長久嘅。所以我哋要睇住呢個字叫做 impossible。你睇到嘅係 impossible， 我睇到嘅係 I am possible， 即係話冇人做到，我都要做得到。因為做物業管理就係需要咁樣做，否則你點樣可能捱得到呢一輩子都係做呢個行業呢？